尖沙咀法利大廈賣淫活動猖獗，警方星期四聯同入境處破獲過百個單位，拉咗128名男女，年齡介乎15至到44歲，包括未成年少女同埋跨性別人士，涉及多個唔同嘅國籍。據了解，佢哋嚟自內地、哈薩克、俄羅斯、老撾、泰國同埋越南等等，每次性服務收費由幾百蚊至到過千蚊不等。警方留意到犯罪集團會租借呢啲舊式大廈作賣淫活動，原因係呢啲大廈嘅樓宇保安相對較差，而租約係比較有彈性嘅。有見及此，油尖警區會繼續展開深入嘅調查同埋情報分析，鎖定區內嘅長期出租用作賣淫處所嘅單位，同埋要求佢哋停止用名下嘅單位作賣淫用途，否則將會承擔相關嘅法律責任。警方將會持續採取各種嘅執法行動，務求喺唔同嘅層面去打擊賣淫集團同埋佢哋嘅產業鏈。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43條同埋第145條，任何人身為業主或者處所嘅租客、佔用人或者掌管人，准許或者容許處所全部或者部分嘅面積作賣淫用途，即屬違法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可以判監7年。各位市民切勿以身試法，亦都唔好抱僥倖嘅心態，以為唔係自己將直接單位出租俾犯罪集團就可以置身於事外。我哋喺現場所見，部分被捕嘅女子身穿性感短裙，佢哋帶同私人物品同埋行李箱登上警車，有人就以衣物遮掩面容。由於警方在場拉起封鎖線，大批機動部隊嘅人員、便衣探員同埋入境處人員亦都上樓搜查，引嚟多名市民駐足觀看，場面一度墟冚啊！